我们世界各地的莲友们，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借这个机会，师父呢2句很感恩的话，因为我们这一次世界活动已经告一个段落，承蒙我们各地的莲友们大家共同来响应啊。虽然人没有办法到现场来参与啊，但是你们在你们住的地方或者附近的道场都能够主动的来发起念佛的活动，师父很感恩。我们在同一个时间做同一件事情，将非常圆满、功德殊胜、毫不缺漏的名号功德来回向给全世界的众生，大家都能无灾无难，将这些不幸的灾害能够减少降低，让大家能够安居乐业，世界能够太平，不要再有那种意外天然的灾害。我们将此功德做一个回向。我们很感恩世界各地的莲友们，你们的慈悲能够发心的参与响应这一次的活动，感谢大家。现在下面呢，师父来讲智公塔。智公禅师啊，实际上他是观世音菩萨来转世的，他怜悯呢我们这些造罪造业的可怜众生，经常发起战争。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他不忍心看到这样一个场面，因此他又转世来了。那么有一个叫做智公塔是怎么来的呢？有一天，梁武帝就请问宝智禅师，叫智公禅师，我的寿命还有多少呢？智公禅师就回答说，等我圆寂之后，你会为我造个塔，什么时候这个塔坍塌了，就是你寿命到的时候了。后来宝智禅师往生了，梁武帝就在中山为他盖了一个开善精舍，后来改称为灵谷寺，也帮他造了一个叫智公塔。原本呢，宝智禅师的智公塔是木头造的，后来梁武帝想到啊，国师说塔倒了之后我便要往生了，这种预言呢，于是他打算把木塔拆下来，改造成一个很坚固的用石头打造的石塔。没想到啊，正当梁武帝把这个木塔拆掉，要改造成石塔的时候，侯景就造反了。侯景将梁武帝抓住，拉到台城里头啊，把他活活饿死了。为什么他会饿死了呢？他贵为天子，而且富有4大海洋，怎么还会饿死的呢？这是梁武帝始料未及的事情。根据这个公案，我们查出他的资料，发现梁武帝啊，在因地修道的时候，有一只很调皮、很通人性的猴子。当他不入定的时候呢，这一只猴子就不会去烦恼他了。可是只要他刚刚入定，这只猴子呢就弄出一些声响，把他扰乱的无法入定。这只猴子大概是怕他睡着了，他就不能念经修行了，所以就自动自发做他的寻香者，想把他弄醒，令他不能入定。因为猴子分不清楚是睡觉呢还是入定，以为入定就是在睡觉。这个老修行呢，梁武帝的前身就觉得很不高兴，心里想这个猴子真是讨厌了，于是就把这个猴子牵起来，抓到旁边的洞里面去，只不过是想让他暂时不要再来烦恼他了。没想到这一回，这个猴子呢不来烦恼他，他这一入定下去之后呢，就好几天了。等他一出定的时候，想起这个猴子还在洞里面，就去把那个洞门的石头移开，一看啊，这只猴子已经饿死了。因为这样，这只猴子将死的时候呢，嗔恨心很重的就说了，你这个老修行，心这么狠呢，这么毒，把我饿死，我将来一定要报仇的。因为这个老修行已经有了一些功夫了，所以他圆寂之后，虽然还没有修成正果，但来生依照他所修的功德，就做了皇帝。
也就是梁武帝萧衍呢。萧衍做了皇帝，怎么样也想不到说有一个人会来造反呢。而造反的人就叫做侯景，也就是过去生饿死在这个洞里面的猴子，今生猴子就转身为侯景了，进行造反，就是要来报复他过去生饿死这个猴子的仇恨。所以侯景也把他牵到台城里面，把他饿死掉。这是因果报应的循环，丝毫不爽啊，毫无差错。这种事情都是阴错阳差，不期然而然的，是你意想不到的。这一部很活的经典令我们世间的人看见这一种镜像，内心中油然升起一种反省，我们就能够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我们往往生活上面不小心、不注意，我们没有去好好的注意生活细节，所以伤害到很多众生。你不知道这个果报会回到你自己来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很小心，随时一定要好好的念佛忏悔。唯独只有念佛忏悔，才能够消除在无意之间所造的罪业，避免让恩恩怨怨、因因果果互相纠缠不清。我们一定要懂这个道理，宁愿吃亏，我们不想去占别人便宜，宁愿自己不方便，也不要去伤害到别人。这个是我们要谨记在心的。我们提供这个公案，让大家去明白。感谢大家，阿弥陀佛。